大胆狂徒，私闯进宫，乃是死罪。今日我皇歇就是闯了，让我进去。进宫之地，公子不可无礼。快哦，走开！走，去叫人，走。月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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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子歇，你怎么了？别怕，我这就带你走。子歇，起来。大胆狂徒，私闯进宫，乃是死罪。今日我皇歇就是闯了，你们又能如何？拿你归案。月儿，你先躺下。子歇，子歇，那得先问问我的剑。上！小心！小心，子歇！子歇，有皇姑主过，要杀要剐，冲我来！月儿，子歇不怕死，子歇，你们来拿我的性命吧！好，那我就成全你。等一下，杀了太子陪都，动静闹大了，可不好交代啊。月公主是大王的妹妹，伤了她，大王怪罪，更不好交代啊。住手！嫡公主在此，谁敢无礼？姐姐，月儿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对月公主和皇公子动手！公主恕罪，我们也是奉命而行。给我滚出去！还不快滚！走走。月儿，月儿，月儿，这到底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快拿水来！月儿，姐姐，喝不得，为什么？有毒。有毒？快去叫女医！快去！这水里有毒！月儿，你们还不快去！舒公主，姐姐，不能喝，姐姐，出去告诉外面的人，说舒公主饿了，吃了这里的东西；舒公主渴了，喝了这儿的水，随他们怎么办吧。快走！月儿，何苦呢？月儿，月儿，月儿，魏后不好了！出了什么事？大惊小怪的。皇公子黄歇私自闯入了月华台，简直无法无天！让侍卫把他拿下。魏后，舒公主也去了，还吃了芈月那边有毒的糕点，喝了有毒的茶水。哪儿来的毒？据说那月公主的病就是与宫里送过去的吃食有关。快去叫女医治，去月华台救我的舒儿要紧。是。说，谁背着我下的毒？奴婢不敢。你鬼迷心窍了！母后，婴儿只是恨那芈月，除了忤逆您，还狐媚皇公子，教坏了舒妹妹。如果她不在了，不是给您去了块心病吗？女医治，先给姐姐解毒。别担心了，我已经吃过解毒的药了。皇公子的伤口也包扎好了。子歇，月儿，放心吧。月儿的病到底怎么样了？月儿中毒身吗？月公主是我见过运气最好的人。女医治奇怪，虽然中了剧毒，但症状
却没有想象中的严重。世间奇怪的事情我见得太多了，见怪不怪了。只怕宫里的有些人是坐不住了，他们一直以为月公主必死无疑。我这里有丹丸，每日只需1粒，服后会发烧，会卡血。你们若信我，就让她用；若不信，就算了。多谢女一志救月儿。不是我要救月公主，是她命里不该死。珍珠、珊瑚，公主，你们回去告诉母后，就说舒公主留在月华台不走了，和月公主同吃同住。谁要想下毒的，让她下好了。是，姐姐。微后，拜见微后。舒儿的病情如何？中毒不深，并无大碍，只需好好调养几日便可痊愈。我要你守在舒公主身边，确保我舒儿无恙。是。那个芈月怎么样了？依奴婢看，她的病是因淤毒入络，邪犯上焦，邪热破血妄行，病入膏肓。这么说，她是没救了。命是上天给的，上天要带她走，无人可阻挡；上天要留她在，无人可送走。这次她中毒，我想知道她是留还是走。那要看少司命的意思。你下去吧。是。微后，舒公主说，即便她病好了，也要留在月华台与芈月同吃同住。由她去吧。你告诉下面，衣食住行不可怠慢，给我好生伺候着。若有半点差池，我让他们都去死。是。因儿那丫头有点走火入魔，你们给我留点神。奴婢明白。咳嗽了，来，起来喝点水吧。睡吧，我陪着你。气色好多了。舒公主，月儿，这是刚熬好的粥，喝一点吧。我来喂你吧。不烫吧？还是我自己来吧。
月儿笑什么？月儿好福气，若没有你和舒姐姐，我就看不到这园子里的景色了。月儿别这么说，只要黄歇在，月儿永远有好山好水可以看。月儿的命是子歇给的。月儿就是子歇的性命。你为何要对我这样好？因为月儿值得我对你这样好。我要还你，不用还，还你，用一辈子还你。一辈子太少。那就生生世世，死生契阔，与子成说。